多看这些植物啊，可以帮助我们眼睛消除疲劳哦。有人说啊，种植物啊可以稳定情绪，让身体觉得很放松哦。来，放松。好漂亮哦。阿迪呀，怎么了？一脸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。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很倒霉。我本来一躺下看天师，结果遇到停电呢。一躺下看天师，没错。一躺下看天师，躺下就是客厅的意思，看天师就是看电视，所以你躺下看天师就是在客厅看电视。一起练习一遍哦。你躺下看天师，你躺下看天师。都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刚好啊。来，阿弟，你多看一点绿色的植物，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可是电视上的影集一播就是好几个钟头啊，我怎么停得下来嘛？哎，不行啦！电视看太久的话，对我们眼睛啊负荷太重哦。因为啊，在眼睛里面，帮你量个体温哦。可以了。体温正常。医生，有病人呢。猫熊先生，你只有哪里不舒服呢？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眼睛觉得怪怪的。怪怪的，是不是有受伤还是撞到啊？没有哎，可是我昨天看电视看了很久很久。哦，不行啊！无论是看电视或是手机，都要适时的休息哦，不然啊，你就会近视，或是青光眼，甚至是白内障，最后还有可能会瞎掉。什么？医生，拜托你救救我！我知道错了。好，那你再跟我说说看，眼睛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就看东西的时候都会暗暗的。医生，我是不是要瞎掉了？不好意思啊，猫熊先生，我请问你一下啊，你说你看东西的时候都会暗暗的，是不是因为你戴着墨镜的关系啊？墨镜啊！我忘记我戴墨镜了啦，我又可以看到了耶！太棒了！原来是这样子啊。那现在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医生，谢谢你，你的医术真是太好了，好险我没有瞎掉。不只看电视，包含手机、电脑这些荧幕的强光，还有影像快速的变化，会让我们眼睛的肌肉一直处于收缩的状态，所以啊，眼睛会感觉到很疲累。根据研究的统计啊，每看40分钟的荧幕啊，要休息10分钟，才是让眼睛最舒服的方式哦。原来如此。阿弟，反正你们家刚好停电，也不能看电视，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一起出去看看山，看看风景，顺便让眼睛休息一下。我其实觉得还不错啦，可是就还是会觉得可惜嘛，因为今天是完结篇呢。完结篇？你说的那个影集该不会是？我怎么忘记了？那我要赶快回去看了。拜拜哦。博士，那我要去博士家看，拜拜，博士。可是我们不是才刚约好要一起去看看山、看看风景吗？现在剩我一个人了。